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冷门，几乎没有人听过这首歌。但是你只要注意它这首歌的歌词，它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用心来听这首歌。然后我们就来看玉兴他赛前的影片。好，我们掌声鼓励，欢迎李玉兴在我们一场。
你们这几个近期都有在教会，你会看到玉兴他的成长，然后他成长。